家家有好事。马上哥哥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澤偉。大家好，我係英英。啊，澤偉哥。哎，我按反應你在那邊愛哦。我有一點煩惱。怎麼了？我最近吃太好。好呀，吃太好。係呀。我正經吃，不過唔係一抽啊。沒有，不是從外形看的。你兩年先嘛該？吃鱸魚啊，生魚片啊，還有紹興醉雞腿啊。好嘞。還有龍蝦。停。係唔係太太牛？我覺得你太誇張，但這唔得，我糖哦，我冇糖都唔是搶出來的。哎，按用人俾你糖出來，係啊，所以營養冇平分。哎，面露網的，都是肉色。冇啦，快點幫我一下。嗱，我講，我最近有認識一隻蔬菜能飲。啊，青菜談飲。當厲害，搶起來。容易講樣板飲食均衡，最基本呢就最本是懂得嘅搶菜。愛西藥，最近東西藥。這個請記出來好嗎？好。歡迎呢蔬菜達人陳欣穎，欣穎哥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你係柑橘汁。柑橘汁。痛柑。我當少有糖到痛感的感冒症，這真的摸杯買嘛該果子吧？英英，你有沒有覺得感覺喝了這杯有均衡了一下？100%的粘汁。哦，冇加水。冇加水，完全冇。好。什麼？一兩鼻聽聽哦。安排先。排泄啦。唔係啦，酸酸甜甜，柑的味道，當時間的。哇，涼涼的又咁嘅柑的。各位廣告商，你可以找我拍廣告。哎，好清爽哦！你冇加任何東西？冇，做得嗎？做得。你當少年寫到嘅呢？寫唔到，我為冇人做咧。你貼片做了兩筆本嚟你？秘密，都唔會講。要做唔得講，我經嚟嚟講，我係冇人學嘅。係。你本來喺哪位學校嘅？我係在信部。信部。講開了，在信部。你哋主要啲做乜嘅？種菜。種菜唔該。我看後背要地感染啊，攞跟農業家攞嘅啊，然後是冇人做啊。剛開始就有啲機會，我是來接佢做，我講本佢放棄。然後按你經驗來講，佢多元化來講，係咪就時間後就然了？按你行嘅路可上後人啊，我想對經驗嘅農場嘅樣嘅放學來食飯，特質季節啊，全部我要。東西有嘅，我講，因為我是可憐農業來生法啦，我係冇做按多種嗰種，我係生法講票。中央土咧，自五牙油咧，係咪？總係做起南面嘅擔當。運動講啦，就係引起家波下嘅又天體，又不放肥胎，經營了就要把它撐起一個家。撐起一個家，最創業做食到飽，將你力氣做事，開始來做東西，好冇？你會種菜，一定會煮菜呀。會。好，先來煮乜㗎？我來煮桂竹筍炒肉絲。哎呦，竹筍。做學給我拿出來。來，開始做，謝謝。來，桂竹筍。還有三層肉，然後咧係咁嘅調味料，然後蒜頭米，然後薑麻。你會上來做竹筍炒肉絲，你看糖都254硬要鹹鹹，細細時嘅嘛。冇功課，冇做老師來搶你什麼嘅？竹筍炒肉絲，葱絲，多太。對啲出材來講啊，有愛有腦嘅炸。又愛又恨，對，因為細啊，校教啊，唔談我呀，該讀書轉啊，唔轉啊，是走出去啊，該到阿爸阿妹來請那些貴事嘅。哎呦，該是佢做個紙片嘅啊，佢點轉啊，轉是快咧，唔轉啊就唔得啦，轉是打。一天打，牛打，可是打過冇？可能比你要少。做行為修下，應該咁講，那個就不會流血哦。你還可是會有標記啊，你隔天同學去啊，
我就该做笋改改。那做水的改样一条条面打。天然刺青。你讲哦，喺學教看到，愛捏做長袖，吼，本人打哦。古手講你要胎耶，為了報復竹子，我們就來做竹筍炒肉。你說先啦，先切嘛㗎。先做嘛㗎？先切啦。先切，梗係竹筍啦。好。竹筍先來，你切好來。你做嘅輕易自家種嘅嘛？唔係，你係從愛感染鵝背。愛見面愛摸魚種，然後因為佢本身其實有生啊，然後你又摸魚管理佢，因為最天然嘅，好摸尾背啊摸埋個。哦，用菜去做得咧？先拆開來，拆開來然後再切。好。你要拆開來，好來。拆開來。拆開來啊！拆開來。哦，啲咪要水，因為我用煮嘅太做，用太做用挑燒嘅，哇要愛太做。經驗本地係做乜嘅？貨運。哦，你貨運司機哦，貨運大哥自己有養，本來養紅腿茶，又搶司機啊。哦，算條狗。冇人講啊。開幾多年？11年。11年哦，因為11年過後上來嚟轉嚟種田哦。老實講，家做11年些，提點啊，家油價當貴些啦。而貢獻嘅超有33.4。油氣加啦，油氣太加，然後咁嘅材料是個你嘅小磨練啦，練咗一條我做9天樣掉落面180。哦，安尼算出第講，會唔切啊？會唔切咧？會唔切。後來青肉，我試一下，你啲副卡會煮嗎？我卡全部愛煮。全部要做啊！按下不用，也不用下單嘅嘛。唔係。哦，唔係。佢你講這種是因為油氣加，然後物價都氣加，按做可能冇法度穿難多。佢物價幾費會變相講好啦，係咪做嚟咁轉來咧？其實目前大部分四川阿公講嘅田嘛，剛開始轉移，我話田嘅講嘅。佢因為阿公家唔會做咧，呀，太嘅，咩老咧，老佢，差唔多80人會90歲咧，90歲家上海爸所以講佢講嘅4伏天啊，我當係伏啦，一伏可能幾里一樣嘅啦，因為個天地啊，嗬，嗰啲3天咧好守水啊。好守水也是水唔少啊，因為你熱天嗰啲全部係用散發水嘅個，散那個叫嘅，散那個水，然後到避湯毒咧，然後避湯毒用那些就看出來樣嘅啦。看出來。所以該東西你阿爸就講緊4伏天本種啦，現在講差唔多時啦，慢慢睇啦。哦，將來你看我要時用白啦，然後嗰陣時今天上是出門天的嘛，出門天是轉來，然後是轉來是開始是種菜啦。係啊。按你咩好？好，你看阿公老咧，阿爸沒老誒，轉來就帶強他。你阿公窮人上轉移嘛，然後你阿門天老火你阿咪60兩歲啊，佢咪早熟冇啊冇窮人老實講，該天。夾冷天暗發啦，你有沒有？留意嘅我照顧咧，繼續做下嘢啊。幾副卡有兄弟姊妹嘛？有，我一個老妹，一個老太。哦，有帶強下嘛？老妹嫁起嚟，老太老阿爸帶，我一家係建屋。哦，我一係建屋。最近吼，其實講就係你下家人係有土地哦。就會去想，本來安利些些土地照顧安利，然後安利睇些從樣動吼，轉來自家種槍從種水果，為你來照顧土地，但土地又回饋給你，係啊，給你一個家，給你一個吃飯的東西。開放。好。好。油哈，係一啲啲油，因為肉本身屬於3層肉最油嘅。其實你竹筍呀，佢當是油。當時油，然後油來講啊，加啲人嘛。田地邊度除咗種菜嘛，嘅水果雖然你加些加咩？咁啊係三時交啦，三時交咧講種外備配，去拍廠，去管理啊。搶人有奶搶嘅去。你啊搶人有一張問題，你啊開春開灣大家全部一張問題，搶冇工嘅，農業缺工。
全部欠供应啦。有冇法度啊？然后欠供应，然后时间啊，这个做啊，动作实际是这个。我这个做了哦。啊，跟你还记得你读书的时间啦？你真係有怪嘛？你们想到竹笋炒肉丝？哎，其实冇怪。真嘅哦。哎，当我以前读书的时间，来读龙潭贵校嘛，贵校旁边没有那个老师的宿舍，宿舍就有种嘛个莲雾的书哎，哇，你知道那个莲雾每次到了快要毕业的季节，它就会你会打，哦。很好吃，哎，你这个不会要一头炸啊！哎呦，虽然说那个只是不好的示范，不能用偷的啦，小朋友不能用偷的，我在讲故事。哦，等一下你不要忘了，我们聊开了是。哎，那中药白白的，有凉凉煎的，好玩那些，哦，比有小出那些，那是讲马老顺口海，那是白香的，那是白甜香的，甜香，第一香是出来一些哈，哎。不要嘛，改放下洗掉，放太掉，放下太掉，快不用，哇，竹笋哦，哈你嘞，竹笋哈伊。我本来吼，细些，我读过小些，喊系大中下，喊路喊到我不喊喊15分钟。喊咧，就会见过个洗海水啊，吼，就会去命下呢。做咩就动身，是冇去做啊？系啊，喊结果个海啊，乜头睇住冇，看toàn部咧事件度咧，跟住實際海做好啊，實際轉去，喊媽媽又講哦，做唔得去搞水，喊轉去就講冇搞水，結果哦，誒媽媽嗱嗌唔乜不嗌佢，你慢又不用動碰筍，你冇做到啊，竹筍炒肉絲再吃一個。來，馬上第2道就上了哈，你不用水也沒，不用水，然後要放一點那調味料哈，好了。啊，看你炒得很順，應該是常常吃竹筍炒肉絲，吃得很熟練。好，你都對木下煮下檔嘅嗬，今日保養最好食煮乜雞？我煮乜雞啊？全部是這樣炒。哎呦，我煮苦瓜炒卵，好，生魚水鬧雪，醬椒，炒牛肉乜雞哦，嗰度是都唔好食嘅。我煮出來就擺落熟蛋吼，當香，炒差唔多嘅。落啲水滾，落啲手臂滾咗一些，就會爽，就會起鑊嘅。好，做得嚟哈。差唔多，因為你貴竹筍，我本身我是有濕過嘅，濕落去，嗰個滴水出。好，關火，嚟，裝起來哈。哇，你係食材吼新鮮，看燙接手啲。真嘅。旺啊，應該是咁嘅。旺啊，嗆嗆，哎呦，凍氣嘅些。你竹筍自家熬嘅，然後自家剝殼，全部然後用自家殺嘅，自家殺嘅。跟住記得剛才老英英講，細細時節做嘅好細嘅事情，都要講。我愛講嘅。係啊，不過唔是難記，誒你緊別時間當場做嚟好好的相處。好，好嚟，不用嚟哈，弄出厲害。哎呦，真勁哈！這個竹筍炒肉絲，來，唔掉咧，同大家講，我請大家食咧係乜雞？貴竹筍炒肉絲，嚟咯。做咖喱的時間，我要用冷果，冷果嚟做。好甜。要不要加姜椒誒？姜椒。加板椒，當好食，我來食嗆嗆。因為他拜人吃團啦，哈。從頭味香，因為從頭要變出甜味，好。關火。大雷 ，N 是米煮嘛，米煮。嚟啊！來細細份逐少少一下。有好食，有鬧熱菜。誒，你切到真係當好哦。有啊。
做什么啊？糖醋蛋，看我上糖醋蛋，我点上出代表糖好食，有妈妈的味道，真嘅呢，真嘅有呀。好像真到很细细时间哦，呢個開始飯。細細是看阿婆煮，到愛讀嘅種，到上高中，上高中嗰時，我是煮飯咧，但係阿母啦，我做。你自家做啊？因為我爸阿媽做奶水嘛，奶水然後又乾做，奶水到乾做先會做那提手啦。然後剛開始見到做奶水嘛，忙做那下口咧啊，剛開始煮出來。還愛照顧弟弟妹妹，係冇？你也是想到嘛噻？我上學買鋪啊，就是啊，因為我係長孫，阿婆啊最想啊。哦，你阿孫哦，我講趙先條長係咋？一凍卵呢？你阿孫呢？哦，所以佢係負感，就像養人生啦，條錢雖然苦，還不會幹，夢想很多，這個來主宰，是的，這個夢是吧？好，都好是，孫凍卵。係哦。你阿婆有唐山過嗎？阿婆唐山過。阿公好，阿公好哦。阿婆咧講，其實以前已經是隨人啊，冇做事咁嘅，你陸陸嘅後手兒咁啊。阿公咧講，其實係好享受啊。係啊，你阿祖孫哦，三個沒入過。哎呦，有啊，用白嘢。對。啊，用創嘅啊！唔好話用音啊，你三個歌詞書係講嗬，人人做過17版，人人做過17版，但講做過暖順來，有冇？就係呢個音色呢？有沒有？就係苦盡甘來。係啊，苦盡甘來。凍好。竹筍再做東西凍多，要出現暗多，出沙了要做乜嘅？貴竹筍咖喱。你講唔錯嘛？貴竹筍咖喱，係哦，咖喱係第一係要用貴竹筍咁好食。有咩講貴竹筍隻咖喱？冇講好誒，等下進嚟面皮煮飯嘅時候，好嚟啦，貴竹筍咖喱。哦，貴竹筍咖喱呢？誒，依人家都講我冇談過貴竹筍變咗咖喱地位嘅嚇。用咪先，你係咖喱。用咪上我係做貴竹筍咖喱嘅嘛，因為我講嘛按多水嘅，要請緊外勞，跟外勞係印尼嘅，可是佢做咖喱嚟講哦，佢唔係是講變貴竹筍啊，其實基本上佢加兩項東西，我係試到。對印尼來講，唔對梅我是那個揾唔係幾鹹嘅啦。哦，嚇鹹嘅哦。基本咧做咧咖喱哦，其實會加椰兒水啊，是咁嘅。哦，椰子水。椰奶嘅用嘅啊。椰奶，還有話嘅條葱，是咁嘅。四季條啊，四季多啊，呢個大概條啊，東南洋嘅做法啦。然後佢就煮啦，然後佢印尼佢嘅水餃，佢哋冇食中藥，所以我就係用牛肉，然後用牛肉，本來係用牛肉，我就係用牛肋條，牛肋條講，基本都用牛，如果油脂啊，然後用牛俾煎啊，然後佢你食咗。口感啦，我感講了。用你食得綿綿的咖喱係冇用嘅，生嘢應該好食了。好食，好爸爸呢哦。那唔過加貴竹筍啊，就當啲嘢咧啊。點係因為講，因為其實你倆食咖喱後，佢主要嘅吼是用過年過節啦，佢條大家圍爐啊，同我食多兩嘅嚟煮啊，所以你要未記外勞佢哪講嘅。cái gì như cái sợi thế kia nó có, rồi mấy học thì không, cái cá dai ở đâu cái này cá thiếu, ngay giờ dùng cái dai ở xí này, cái cảm giác thiếu lên, quay anh ấy, nhưng này mà món quay, có khi cái điều gì còn, đông香đông hồ gì mà, anh ấy是唔講cái是，那個貴竹筍，哦，年到係愛本來貴竹筍是，剛開始熬貴竹筍嘛，啊，幾味山竹啊，那種係啊咁食的，喺當飯以外咧多。加春條些要條嘛，其實用個條路啊，嗌上啲東西拍攝，對啦，叫做嗌條，做得咯，咁誒，見面時咧做咧出材咧本大家睇咪驚喜，好來開始做，開始啦，
當然啦，最基本嘅你啲咖喱底杯度愛加有馬鈴薯，還有竹筍條啊。你來切，我是來溜血，我是為割起溜血啦，我是為咁來切。切，看咗感覺是冇同哦，出冇共用嘅哦。成日看到食嘢，其實為同伊講嚟啊，當這樣嘅啦，我下巴為有啲創意咁。係啊。上一趟我老英都分享細細時間，講好社會事情有做過冇？有啊。麥介石講一隻短嘅行嚟啊。跳啦，我鋪係豬肉啊、排骨啊。火把烤肉啊！哎呦，你阿伯是過時嘅，該轉移咧。咁是講咧，挨把打挨又蠻打咧，每次挨打對哦，叫挨挨對，十個人咧，小偷咗掉咗，挨摸。真嘅解。叫挨破開啊，打挨把打挨打當素餐啊，仲摸嚟打你啊！你打破五盤你就好咧冇打咧。挨昂衰咪變大事聽。我攏講，其實吼我攏講，你怒憤阿爸爸，因為本來想講，哦，條拿阿婆嘅肉啊，出去烤肉，講講阿婆會太鉗，爸爸就用苦肉計吊起來打。其實吼，然後阿婆就啊冇啦冇打，哎，解釋做了冇？應該做得啦，好似阿婆時時咪講冇打你挨把吼，佢每次7、8、9天哦，該是2、3把哦，打落去甜的哦。真勁啊解。挨冇平哦。誒，我記得按清楚，表示。今年挨落一天時節冇挨把再用挨冇去烤，挨冇把，挨唔跳白打，挨冇人呀，先冇醫，講挨教育好似。真勁。哦，挨今年唔會宣傳啊，挨唔會睇啊，唔會講先冇醫啊佢，其實。大家中到成日聽埋人講，咁打嗌死又買人聽埋食哦，應該係咁，可是嗌為先冇嗌吧，好啲先冇見面嗌人嗌搞咗，哦，幫嗌仲要裝置，係咪先？哦，因為按樣型啊，我上日先嘅看到佢咩位置啊，係，所以嗌可惜嗌搞咗嘅方式咧講嗌會讓嗌嚟用講嘅，咩就嗌攞火機。用打用買搞咗。咁個日家西腿告成應該放是冇共用。係啊。本來就不打不成器呀，現在打起來哦，就不可以。不可以，而且小朋友會生氣。對啊，打了會氣氣。好，還有風吹腿切好嘅吼，切馬鈴薯。像我一般做咖喱嘅時間，我會點令狗。好甜。其實咖喱嘅，係我係買個火力蒙，個甜味甜嘅，因為我本身我是冇食辣。哦，甜。啊，你還記住挑梅河咧？係挑梅河嘅，我是地下咧東西有啲當簡單煮咧。你講咧哦，殘廢餐哦，切了哈，然後小顆加工一下上手嘅，你講呢一齊，唔係咁嘅。有冇加姜椒誒？姜椒，加板椒，當好食，我來是強強。我他爸來吃款啦，哈。用姜椒，我有冇？跟人家一天要生炒鍋係冇？給我們請英先，我們來開一下火。開一下火，幫我們熱一下鍋。哦。大概1點就夠，不用很多。雖然講人家帶來兩套菜全部攏足水有關係，不過嘟好啦，迄嘟好，唔過你係用中配咧當到菜。其實老實講，是客家嘅菜來講啊，不管馬介菜色啦，咁見面都用啊嘛，我只要發圖點出裝菜，我家應該做出呢個菜。香哦。客家人是口味又香啊，會衝啊，然後其實又香啊。香，然後有嗰個梅頭又好衝啊！好，香用嘅土里吼，你用下去，用下去嫩度啊、肉質啊，講起來。順口就冇攤出來，你看漸漸的差唔多啊，一下啊，跟肉轉色咧，又尖尖的哈，呢是老嘅因為，呢隻切好嘅因為，摸，哦，葱頭比香，因為葱頭要煸出甜味，煸出甜味，然後叫佢香。因為表會感覺好硬啲啦，香氣會出來先啲嚇，長到咁嘅。好，差唔多。好，關火。關火。倒落去，煮咖喱就水啊。哦。煮嘅是啲啊，俾煮。好。下來是俾煮嘛，電機
讲诶，滚诶是啲哦，你按看要炒东西嘛？冇诶，给你做温过来，温过好，温过来，好来，温过来。红萝卜诶，先落一笔滚了，冇得红萝卜硬。滚那些讲，滚那些是比如马铃薯，因为马铃薯当家是会落起啊，然后竹笋咧要煮过咧啦，开始冇买是煮啊，滚那些你是加啲调味落去啦，因为。调味来讲，咖喱酱味个咖喱块卖几冇咁咸，所以会冇咁香。将来调味，嘿，加调味哦。我们一直在讲，在提倡有机无毒。有的人看到哎按这啊，冇爱买，可能冇好食。错，好，你一讲的东西，一标叫的东西，其实最顶人家。人笑容。来讲错嘛，肯定的笑容。我所讲係一種當道嘅農民講啊，我知道農民當辛苦，有陣時佢為到大家食得安全。審美觀啊，幹嘛他才會做那樣子？真嘅。哦，滾嚟，做得標嘛該。滾嚟，然後你要實在標，呀，咁咪馬鈴薯，土豆，神油，還有馬鈴薯有澱粉哈。有澱粉，佢等下煮嘅時候其實會溜會高。有勾芡的感覺。好，你下貴族筍乾濕龜貴族你就標落去嘅哈。好，再來標嘅呢？咖喱塊。還有我嗌教媽媽嗬，喺講有啲人想講啊咖喱貴啲薑冇好用，還講唔毒哦。其實可以先用開水調咯。開水，滾水倒落去，嘿，倒落去按你咩做得嗬？按你用開來嗬。用開來呀，一掹。做咩一條垃圾冇垃圾嘅啊？大下咪傾到些什麼情況咧？好，跟你的孫燒嚟調味嘛。係，好啦。什麼嘢？咖喱一定要一直翻鍋。要。煮咖喱當方片咧，從你全部係來哦嗬。煮安住睇喎。魚就唔愛啊，魚就唔愛啊。可惜我唔會，唔識，真識。你啊，唔知咋，按好些東西，幾味托，幾唔識啊。真嘅啊！用門機做埋唔算啊？係咪唔知門家咩？好，安尼差唔多用嘅嗬。係用嘅，佢滾開始水滾一樣嘅東西倒落以後，然後開始是佢淥，然後就調味，同佢滾嘅時候，我就會起味頭，含味起好，開始上粥嘅。哦，落鑊開始上粥嘅。佢差唔多誒，差唔多啦，平均呢個係辣嘅叫。辣差唔多3分鐘。3分鐘左右，3分鐘差唔多啊。嘅6號煮進嚟哦，冇照佢啊。哦，差唔多算係要5分鐘嘅嗬，已經入邊標嘅東西喺度啦。誒，標好多啊。前回頭要啊，一齊嚟。扭咯，嚟。扭嚟。做得好，哦，嚟咯，鹹土甜土，要香，做得小夢。嚟出國一天要白飯，我拍飯做得，唔會按好是按香。我哋一棟好奇講，你要竹筍然後咖喱搭起來，不知道係什麼感覺哈。然後咧扭嚟調。然後講誒，我冇聽到你對我係大專。唔係啦，你唔拿雪咧。好，有冇弄準備盤嚟講冇？有啦。色香味俱全啦。好啦，向下龍大家講，我請大家食咧係乜嘅？貴竹筍咖喱。貴竹筍咖喱。
然后按照稍微停下哈，前面是这样的吧，没关系，按照是那个没关系，因为我是要把按照去掉一点点嘿，浓浓哈，就唔可以按涩涩，所以成我咪好好好起来咧，係講緊水管咧嘛，管咧，蒙米聲哈，差唔多10個時候，我們是講凍熟哦，差唔多做差唔多時候好變水哦哈，其實顏色已經慢慢走出來咧哈，風當當是吧？風當當。什麼你啦？哎呦，大風你有兩咖喱，哎呦煩咯。我一聽到成熟的貴州筍哈，貴州筍啊，可能貴州筍人家那一講啊，你等一下啊，會送等一下，你想起你啦哈，我想起，好燙。這貴州筍哈，可能因為你切的係圓圓，它裡面啊有個咖喱的湯，然後又弄翻冰到旁邊按食。我沒想到貴州筍冰落去一點都沒有違和感。因為你凍習慣了咖喱啊，吼，就會食起來黏黏粉粉。你講用了貴州筍，吼，和佢就會帶出清甜味。凍貼片哦。完全啊，打破我對咖喱食材印象，給切切感覺喊出來，讓我覺得吃咖喱是一件很不同的享受。然後佢你肉呢，因為竹筍來講嘅哈，你當初啊，你冇加啲嘅肉來做啊，你食咗啲冇按上氣啊，按上氣食。所以用牛嘅肉，讓佢帶出來哈，食來冇按食食。哦。感覺要冇可能。你未變，咁講我老你講，我未介紹就會做出來，幾年都未變。一聽愛呀，我都搶起來，一定要會交流一下。搶馬上來。我搶了俾做出嗬，佢看佢做菜凍療愈。哎呦，很實際嘅料理呢，很健康。哎呦，好嗎？歡迎你嚟做出春餅好。哦，豪哥，豪哥你好。哎，豪哥，你好，真的呢，我幫你配音的，你好，哎呦，看起來哈就很親切呢，很像鄰家的好朋友哈。來，陳太公，你好，陳大哥，你好。帶來幾準備嘅當好嘅蔬菜的蔬食，還有總叫係哦，有人生肉是按懂嘅，拜託一下，準備輕食料理本來您好嗎？好，幫我上一下哈。唔好踢叫我，3、2、1，來。好，我上到誒，咁我哋下次來做五彩筍絲沙拉。哦，香港我哋用綠竹筍。前面睇過嘅青菜來做。好，來，世界級的五彩筍絲沙拉，試一下。豪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依然看人面只有吉台，係啊，蔬菜達人來哈，還有豪哥蔬菜即係主廚來咯，五彩筍絲沙拉，跟住今日帶來乜嘅食材？今日咧帶來風菜頭，五行嘛，所以個顏多顏色嗬。係啊，所以我睇要黃嘅，按照黃添椒，要風添椒。風嘅。哦，然後上個提高家都準備來講竹筍炒肉絲，我是來就綠竹筍。哦，綠竹筍。所以好甜好食。然後咧，我哋手執烏嘅，所以我係來就個木米，烏嘅木米，係。然後還有一隻洋蔥頭，好大蔥頭，然後還有。因為按照性肉是挺多，按照它的一張蛋白質的，不然就身體比較正常運作點嘛，所以呢用那種香鋪肉蓋嘅香鋪，很嫩的，好嫩好食。好，冇問題。開始了哈，好，咁咪講先講嘛，按照全部材料是全部要先食時髦，按照是先食風菜頭哈。好，風菜頭呢個東西，按照是批成小塊雞，小塊雞呢，然後是切，好不好？好。因為用切哈，像是厚薄度不一樣哈，切細又太細。大條小條，係細細地係，然後按切細細哈，其實我講全部都一天來按細哈，我看到自家做青菜多的，按照自家食哈，你講一下食好粗，一下食好軟，按好啊，按食的口感會比較多變化，係切好哈，是先擺到旁邊去，按照是先冰了幾百來哈，按是先冰落來，黃添椒呢種東西有處理法哈，因為佢好噴。你看，你看一拍晒東西，食起來會好食，然後味道好唔好，所以按照先處理講，先去，所以按照睇每先切隻雞，
然后按稍微停一下吼，停一下，这样的吧，没关系，按照熟，那个没关系，因为我熟点嘛，把按照去掉一点点，哦，浓浓吼，嘿，就唔会按涩涩的啦。所以我们好好好起来咧，然后按照了吼，变上了后3切，好马空肉，不讲香油啦哈，有点口感好和，好，因为又剩切点点红的嘞，所以按照这表皮是好哈。然后从它风天椒处理方法空肉哈，然后天母也去切下去，然后要跟囊去掉它会比较好。然后按照它是空按流体去哈，因为含了有点厚度好和啊，哦，按许个口感比较棒。跟我有问题啊，譬如讲强色的一天内弄，还要上色法，还要弄冻哦跟浓 heat 嘛，按你吃来。更就是青椒味没有那么重，对，哦，嘛会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起来。然后他又刚刚从通调讲吼，依只方法，按照咧同阿媽媽去係有時個陸續筍啊，嚇，慢慢嘅大口嘅塞，你阿媽同大口嘅塞。哦，係啊。係我薄睇咯，咁薄睇啫，10條是變湯，冬天就筍，唔甜，好，咧小技巧。然後從按照嘛係控油車嚇，我講強泡，嗰啲嘢，哎，我薄啲嘛，其實蠻好啲啦，佢，我我個性嚟講，我會好。混點點要口感好，全牛哈魚長啲牛都買嘅東西啦。我要重新材條絲肉咩？當然啦，因為家師傅有講嘛，吃沙拉嘅口感要一致，古時候講切條狀就條狀，知道嗎？那麼同按切。畢竟哦，吃沙拉有的人冇嘛喜歡吃菜，你就覺得哦，吃沙拉好像在吃臭樣誒。當然要視覺上看起來要很好吃。銀粉好看哈。像咧夢米，係夢米哈。紅肉按切，糯米凍好哦，要凍到喺膠質。係，還有糯米按切起來哈。還有兩隻，因為兩個泡冰水泡。哦，泡過誒。你呢個按照切兩有隻小技巧，哈。像呢啲按照炒洋葱炒蛋，韓國哈，炒熟嘅。按照慢慢切，是按切，按切好香軟啊！哈，因為啲嘛凍啲。係講按照做沙拉凍啫，按照沙拉是愛用切。哦，按泡冰水叫話好切，好比較清脆好食哈。所以按照是按切。講起來順紋逆紋沒有差別咯。有，係，比較順到順紋逆紋。哎，豪哥。有。您繼續切。好。其實你講我嘅先嚟，當上嚟做一件事情。你講說，比如說。講說按你改啲係風天椒，好講說，來，唔是，馬上當場都失聰，當場都失聰哈，你的東西全部法令啷啊？咩？假吃不給提升的，而且假吃不提升的。我吃到主廚哈，他很有親切感，好可愛。真有，我講人節目哈，有人講主廚當你將來聽到問題。希望你。講啫，讓我哋幫下國家做。好，還有哈，按照先來切呀，好，然後按照是中央偏下來，這個切，然後按切，哦，切細，係。剛剛師傅準備嘅量哦，就係凍冷飲食，好，營養飲食，好，該大海洋做切哈，我就先用兩味啦，係講緊水果呢嘛，哈，糯米先哈，差唔多10個時候，唔是講凍熟哦，差唔多是做對，差唔多時候，係講嘅是膠原蛋白嘅吧，係9點啊，幾時出來咧？啊，幾時會這，是該是膠原蛋白。好，按照差唔多按熟嘅糖莫打鬆，係莫打鬆。好，差唔多按照是紅海，好，泡冰水哦，哈。冰水準備好咧。好，按照就撒落去哈。好，按照按差唔多按溜溜啊，哈。要冰咧，按照是溜起來。好。係講嘅，要今日長阿媽媽要話啲下班做，係叫佢頭班同我講。來你冰棍慢慢嘅，是溜起嘅時候啦。因為啱媽媽會大話會講，因為媽媽。俺媽媽互動很多啦，所以跟我媽感情會很好。難怪你講客家話些吼，講到俏皮話，講到安順。我要媽媽開玩笑，阿媽我要媽媽開玩笑。即係講要買假咩花吼，你在煮嘛菜喺面，佢吼一定當當已買。哦，大哥啱啱撩過，佢東北廣播啊，東北啊，東北啦。來開始啊！我奇香嘛，好，然後按照時間就提木嘅哈，木嘅嘛當扁擔，從咧風材挑，按照大家都啲要俾下火火數嘛。加切嚟變落來，係變落好，係死好，變落來。然後從咧
蒙添椒买红了冰了个，好，所以你看，其实颜色可以慢慢走出来嘞哈。那是不是只有讲冇颜色？还有凤椒，风当当的。风当当，你看，等一下，风当当，好，它就松羊等好等好，然后咧就笋哈，你看，你按冻年香啊，全冻。哎呀，笋了，所以係，胖东东好吗？切，东东走的哦，好，先放。然後從呢副身咧，哈，按那拌過，按那拌沙拉有個技巧是講，冇稍微落皮哦。做唔得，你稍微落皮，按那從軟開咧，是冇長油，是冇醬，哈。所以它現在就冰鎮。嘿，所以講冰鎮該重要的，係是該冰鎮。糯米哦，按叫落去 Q 哦，係個 Q 當當。好食哦。好，不炒叉，好啊，不炒叉。好啦，先幫你。還有哦，幫你講了哈。嘿，那是剛擺啊哈，洋葱大概剛才有介紹過，哎，洋葱炒熟一添冇咁長，問呢個按照喜歡豆腐先，按到試試看看。你變個變水哈，它唔會按辣。嘿，唔按辛辣。洋葱哎，你要加什麼？吃了會聰明。厲害，冇喺工作你就衝。哎呀，天啊！從呢一個雞，從呢雞胸哈，落去，雞肉，係抹冰落去。先然講以外冇雞肉冰下應該買去。唔會湯，唔係。冇燒咕。哦，厲害，好長哦。你一下哈，按照時候，因為佢按照打調壽司，所以按照生薑哈，生薑佢都記得按生薑時候哈，按薑。叫出。嗱，其實出來咧，哈，其實色出來咧，你看，買都有係五顏六色的。按照三層都按好，差唔多。按照這樣方便，然後按照高壓做，壽司呀，按照表染呀，好，按照是轉差唔多咧哈。因為它嘅共融啊，和肉出係讓佢嘅甜味帶出來，所以厲害，還有這個功用在。係啊，胡椒粉，你還要糖係冇？係愛糖。那個醋嘅香味你冇共用嘛？錯嗎？那該要醋呀。咩人講醋解夫椒？你講客家飯，我全諗你講客家。哦，冇問題。好，你係乜嘅？你係按度，算是。然後算是嘅話，個呢個都不卡要啊，叫通氣，我哋產到3通氣它，佢應是結算。我想下順嘅係做得。多謝。啊，夠軟啦要玩㗎嚇，愛加糖。出嚟準備嘅糖哈。係。好，愛用顯示好哈。屋下要測砂糖做得。多謝。係。做係唔冇餅糖。冇餅糖啊！我今日拿到香港嘅咯。拿到按價6分鐘。係藝上要用紅糖做得嘛？紅糖哦，紅糖多謝。做得啦。多謝。我看到表情，我以為紅糖哦。做得。係，紅糖按貴啊。按貴。好，沙來出去加呢凍啲可以橄欖油。按照馬到咧加，差唔多係講比例嘅話，按照加係咩講？算是按照3通氣。油嘅話5通氣。好，按照重點3淋落去是好咧。淋上。問題個係啊，按淋落去哈，因為我廿一通氣的，應該好均勻。哦，較勻來，好，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其實很好。哇，凍醬誒。係啊，一下按照時來盛盤，按照甜咯擺落去，轉一下哈，比款嘢好立體啲咯。好，已經快不能等了，我要想趕快吃。用來當個哈，比較好咧。其實把凍醬，比那個安全拍哈，係啊，用咩？哦，按照西餐的裝飾哈，通常比較講究是說裡面有什麼材料，用什麼材料裝飾。好了，轉啦，他們轉點點落去。哇，好，係，係，安維好，一滴滴的出好，按你做完成嘞，嘿，太好了，在地的食材，打上按厲害主廚，介紹本人嘅係乜嘅菜咧？然後五彩筍絲沙拉，嚟試下。
这个沙拉变得更清甜，哦，有一种吃到早晨的味道。因为吃到该碳的该送开始学你。哦，原来哦，因为全部在染在一起，不然绕口盘。所以因为是种一种的种味道很特别。真的。呀，当符合你行业的这样的向前冲的精神，南港的精神。去了解。来啊！哎呀，来试试看，哎，台式腐竹哎。啊，谢谢。哇，好棒哦，英英。我觉得好特别，因为用竹笋鱼，标到底200度，我反而让这个沙拉变得更清甜，有一种吃到早晨的味道。因为吃到该碳的该送的用，开始血梨素的作用。哦，原来哦，所以我才特地去放血梨素的。你像焖米啊，韩国料菜啊，粗细冇共用，它做的该是东西北为冇共用，然后它配合那个每一个蔬菜的味道跟甜味。对，系啊，杏仁哥是懂明白。是讲而家咪台中嘅話喺梅頭喺四月要學重啲啦。好重點。而家當符合你行業嚟講嘅向前衝嘅精神，南港嘅精神。去了解。對，所以就食家下，有人都會遲到講，其實講唔係講，因為全部在染在一起，唔係繞口盤。所以因為是種一種的種味道很特別。真的，所以雖然講粉米，不過吃到最後覺得又蹦出了新的米絲。真嘅懂什麼？替擺了出按優秀的表現呢。希望下半年務你們完成。冇問題，是冇意啦。是冇意。講到新營個嘅，講看你做出來係最平常嘅料理，唔過啲平常200度，你食到當盆的感覺。就是行到了未來，你看一開始開貨車公司，到了下一家種田，美滿的家庭，10多年咯，20年有冇？冇啦。也不用聽講嘅。我不用說忙工嘅，是讓我窮下。他是你的初戀哦，你是他的初戀。我嫁不彼此，嫁不結啦，我嫁不結。東鄉一不用呢。你有冇個法律講按種嘢下來？辛苦嘅啲當然我係成日讓他照顧按好，然後讓我事業，讓我感情雖然講市場兩三會想熬唔過我認為講熬一熬感情也好啦，你自己當心夢嘅讓我家庭見到按好啲人成日高上200度，可能有人會跌倒，不過跌倒出來8號嘅搶你按呢。我知道有上時嘅變種你慳一擺成功嘅養分，我做啲當中要韓國菜心英國嘅聖誕群島跟西雙充滿感恩，對土地，對自家嘅阿公阿婆，尤其係自家嘅爸爸，雖然講老火感情好緊張，按樣講啦，媽媽不用聲音，你嘅人生就係從自家雖然有轉折啦，改東西係啊，你嘅東西漸漸就係做損窮人啦，暖帶落暗號嘅色彩，希望你下擺帶落寒啊好嘅色彩。好，什麼嘢？你也就土地，你成塊啲料俾你本，你也就土地本，你也俾人乜嘅感受，佢會回饋給你。當然啦，看你嘅節目，你咪回饋給本人哦。記得咯，到嘎嘎與後世咧粉絲專頁去咪集讚，好冇？準時同一時間收看嘎嘎與後世。歡迎大家來主持。上來了，來。希望今日做出帶來五彩繽紛六足筍嘅料理，食起來清淡，唔係講調油調嗰種嘅，對你嘅身體也好，然後纖維質也益到，然後今日希望客家嘅就家家有好食，我有機會希望大家。